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6至8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一邊放梳化啦。前面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獅子山嘅景觀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同埋焗爐。洗手間係名廁，企缸設計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仲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對住亦係獅子山嘅景觀。第二個房間同第一個房間嘅面積相若，亦係對住獅子山。主人套房放咗雙人床之外，仲有位置放衣櫃，咁係對住獅子山，又有露台南北對流，呢邊就係露台。向翻就係外面嘅方向。主人套廁亦係名廁，帶有浴缸，浸浴就非常嘆啦。